真侪时阵，这个过程，咱需要用时间去甲伊翻头倒转来看过去上帝的作为。上帝伫咱的活命内底，袂予任何倒一项代志白白来发生，甚至有的时阵，伫咱生活内底所行的错误，甚至是过犯甲罪过。当咱愿意真正回头倒转来看上帝，求上帝赦免的时阵，上帝原来会当使用咱的罪过过犯，成做别人的鉴戒，成做别人的祝福。咱有身躯病痛，但是上帝会当通过迄个病痛，成做遐甲咱受共款病痛的人的安慰，所以毋是伫即个世界看迄个环境，看咱的心愿有达成也无，更加重要的是看上帝伫咱身上所做的代志，定定去想上帝你爱我做啥？咱对着我爱上帝为我做啥？了了甲伊敲倒转来一个，来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你爱我做啥？你一定会发现，你的生活甲过去无同款，你会行进入伫阳光，伫上帝的欢喜内底。迄毋是咱的拍算。是上帝引带，会超过咱所求所想的。你的信仰才会成长，因为毋是我的计划成就什么货，是上帝旨意得成。你会看到上帝为咱所备办的，一定超过咱所求所想的。咱这时要来祈祷。每一个礼拜，这4-5分钟的祈祷内底，是献上感谢的祭，是献上娱乐的祭，也是为着家己伫主的面前讲：上帝，今仔日伫这点半钟内底，互我会通更较认捌你，更较顺探你，更较经历你。更较会当享受你的同在，咱三个做伙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圣哉，圣哉！全能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是安尼来疼惜阮，阮的嘴要来学乐，阮的心也要吟诗，阮要论到耶和华上帝为阮所行的代志，是一个紧紧的快笔手。主啊，我要感谢你，要学乐你。请来圣灵伫阮当中来运行引带阮，主啊，阮真侪时阵在意，阮对你得到什么货，但阮定定袂记真，阮应该会当甲家己献做什么货。主，我伫你的面前祈祷，你来帮助我，你来施恩伫我。今仔日，阮所亲爱兄弟姊妹三个做伙来到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阮毋是伫这所在做什么款阮家己感觉好的代志，不只是安尼。主啊，阮更加是恳求的是，互阮会通去体会，主你今仔日为阮做什么代志，阮会当甲你三个同工做什么代志，无互圣经成做一款道德的劝说，乃是伫主你的内面，阮实实在在甲主你三个同行。进入上帝你圣灵的同在，你运行内面的欢喜、平安、快乐甲得胜。你是主全能的上帝，你甲阮同在，你赏赐一切美好。我要将一切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，唯独你伫阮的身上来做成你美好的工。耶和华上帝啊，来阮的活命内底，保守阮、扶持阮、引带阮，赏赐你的平安，甲阮三个同在。将一切上赞而乐归予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
至圣至权的主耶和华上帝，我们感谢你赦免阮拢总的罪过，医治阮一切的疾病，无论是身体，也是阮的感觉，也是阮灵的深处内底所生发出来的罪恶甲毒根。伫耶稣基督的宝血内底洗净阮，为阮做清气的心，互阮内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并且用你的话来引带阮，互阮会通殷勤读你的话，滴到阮内面的心思意念会当更新，会当变换。伫上帝你祝福的时刻，阮所以会通来到伫你的面前祈祷。上帝啊，阮感谢你所赦免的。也感谢你对阮所怀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要互阮伫末后的阳光赢过早前的阳光。做阮是虾米人，会当对你得到虾米惠？若毋是因为你对阮的疼，阮早就亲像索多玛甲蛾摩列。但你为你家己的名缘故，留了阮，主啊，阮所向你恳求，互阮伫你的内面，因着圣灵的同在，阮会通受圣灵的膏抹，互圣灵所路用，互阮会通伫这个世代，甲主你同行，就亲像拿阿甲主同行。亲像施洗的约翰，甲主同行；亲像约瑟，甲主同行；亲像保罗，甲主同行。愿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来请讲员报告。兄姐平安，平安，非常欢喜，咱游玩伫上帝殿所来敬拜俄勒伊，感谢主。消息报告：第一，今日主日崇拜颁发学生奖学金，请继续为教会青年伫各方面上帝来迎神益人，守望祈祷。第二，我以祈祷来听册子，祈祷的手册。放伫招待桌，欢迎兄姐自由所处，出完为止。第三，4月初5起，拜三暗时祈祷会将恢复为实体聚会，敬邀兄弟姊妹一同来建造祈祷殿。第四，4月初9国外节，主日将举行洗礼式，愿意接受洗礼者，请向牧师报名。已经报名有意向。第5，4月初9每拜日下午1點，將伫教會3樓召開4月份的定期祭祀會，請祭祀同工有備心一同參加。第6，4月22拜六9點半至下晡3點半，南部教區將舉辦主日學。教師成長的課程，講員周玉順牧師內容主日學聖經課程的設計，正向的對話，話語的力量。地點伫本教會5樓，免費參加。敬邀兒童主日學的老師、同工以及願意關心兒童事工的兄弟來參加，請向孟村傳道來報名。到4月初9截止。第7，5月21，聖安教會開拓點將舉辦母親節贈送好米的活動，歡迎兄弟將厝中用袂到的全新的物件加到遊玩作者，才毋通閣再捐贈提供作為活動精品的使用。以上報告，到補充報告。了，亲爱兄弟姊妹哦，咱4月初9号礼拜要洗礼的时阵，
还佫有一位是谢春风兄伊的妈妈连队姐，所以请也继续为伊祈祷，愿上帝亲自保守看顾，特别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，咱盼望伫今年会通佫较侪看到上帝来赐恩，互咱拢会当全家得救。这是咱三甲做伙同齐努力来拍拼，互咱全家得救，全家侍奉耶和华。好，咱甲下面的时间到敬拜团。路亚，咱微微啊笑，因为上帝嘛咧用伊的阳光切面帮助咱。真欢喜拄则牧师伫这个祈祷进前有讲到讲，咱线上的兄弟若是准时，咱的兄弟姊妹伫这教会圣殿准时，你就得到全部完整的福分。阿门。阿门。是，咱要来感谢主。圣经讲，我还个换的时阵，要用上帝来歌唱。哈利路亚，咱请来起立。爱之歌，我要学了你唱咱起立，永远袂变换，讲起你奇妙作为，万民着敬畏。我要感谢你的听，最近的君话，受起你恩惠。好你传，主天宣扬你公义，全地当声音，领导声到最坚强，你到大天上，我要追求你主爱，敬拜大主宰，愿殿的门已经开。敬畏，我要感谢你的听，最近你劝我，向起你恩惠这大，一生好你传，主天宣扬你公义，全地当声音，也当声到最坚强。追求你主爱，敬拜大主宰，恩典的门已经开，彩过钱敞开。我要切唱你的听，快乐在心内，因为你愿变伟大。阮自在，我要照亮你的爱，愿将你同在，为着你荣耀生命，真光带阮行，阮往尊堂里的你，城门正坚立，愿比梦阮来红起。传扬主的听，保守到永远。少年的我，全属予咱，人生就
属灵的果子，咱对着属灵的果子，有迄个教会9个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阿们。属灵的果子已经赐予咱，是基督内面上帝愿意赐予咱的。让咱的活命愈来愈像伊，愈来愈像伊。这是基督徒上界大的福分，咱当愈来愈像做咱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！咱们继续来学乐。我要学乐你会听，永远无变化。讲起你奇妙作为，万民着敬畏。我要感谢你会听，做恁的君王，尤其你恩惠真大，一生好好的传。主天宣扬你公义，全地当声音，别大声的最坚强，一同大歌声。嘿，我要追求你有爱，敬拜大主宰，阮殿的门已经开，穿过真行开。阮要称颂你的听，快乐在心内，人万里冠冕伟大，心安稳自在。阮要笑念你的爱，愿着你同在，为着你荣耀生命，真光传阮行。尊王尊坛你的你，声门正给你，望你望阮来昂起，心灵的果子，阮要传扬主的名，保守到永远，将灵的话传赐予咱，人生就少年的话传，少年的话传赐予咱，人生就灿烂。少年的话传赐予咱，人生就灿烂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上帝听从，互咱用一个清气的心肝，要献上伊欢喜的祭。上帝是圣洁的，伊的百姓的确也爱安尼圣洁。我听起你听的声，因为我可你，我在通行的路，因为我心仰望你。求过你的名，时常敬诚来祈祷，对你表明我心声。我要对你的心，所有只有困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。我祈祷那有摆在你面前，正做你欢喜的祭。哈利路亚！好，我对你听
因为我可怜。哦，我在通行的路，因为我心仰望你，我的你的那日有困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记得那有摆在你面前，真多你欢喜的事，我要对你，我要对你的双手也求困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记得那有摆在你面前，真多你欢喜的事，我要对你的双手也求祈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记得那有摆在你面前，真多你欢喜。听这咱做伙来祈祷，有你所挂念的人，伊检查也未信耶稣。检查也袂当受到圣灵的开启，咱来祈祷，迄毋是靠着咱的熬，还是靠着咱的口才，得到上帝的灵感动，咱来齐声祈祷。感谢神让一晨、义福、丽莎、中年队姐妹，他们能够受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感动感受，能够真正决定以这个过活的时阵。来受洗归入耶和华上，归入基督的圣主名内面。感谢上帝，阮也知影，若无敬献祈祷，阮所做的就空空，因为就要靠着圣灵所做的。阮才知影，顺探你的心意，你较要受到真水的果子。哈利路亚！神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伫你面前献上这个欢喜的祭，我们唱我所献的祭，会当互你欢喜。好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听见阮大家人的恳求。来感谢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咱们搁再来献咱欢喜的祭。好，我比你听人的声，因为我可怜，我在通行的路。因为我心仰望你，我要奉献感谢的祭，也要求告你的名，时常敬虔来祈祷，对你表明我心声。对你的双手也手困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记得那有摆在你面前，真多你欢喜的祭。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记得那有摆在你面前，真多你欢喜的祭，愿我记得那有摆在你面前，真多。你欢喜的祭，感谢上帝，咱的祈祷伊拢听见，咱的祈祷伊甲咱藏伫迄个金香炉里面，
直到时候满足，那样的应许就要倾倒下来。所以咱若行善，咱若祈祷，拢无灰心，无丧志，到了时阵，拢要看到修成，咱就欢喜，透早就去也好的经济。阿门。透早去也好情，用尽爱甲虔诚，中昼去也好情，到暗也无停。天下五谷烧烧，今来天后修成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透早起也好情，用尽爱甲虔诚，中昼去也好情，到暗也无停。天下五谷成熟，今来天后收成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好天气也好晴，春天望甲连成，天中风雨风雨，要继续进行。你若重新做工，将来咱通修成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嘿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每日去也好情，为主乐苦前进，当中虽老目屎，心心上也善，但当做最清楚，主必欢喜接待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。这是我甲咱讲，透早就好去，你个好天嘛好去，每日都拢爱去。有时咱唱好歌，每日快乐，但迄个五谷收倒顿的时阵，咱就问咱家己哦，我敢有去夜经子？若无夜经子是无通修成的哦。求主互咱圣神的快乐，借着日常的生活，将福音传福音，加做咱的日常啊！吼，即摆人讲什么是我的日常？就是传福音，也好经子。阿门。嘿，听早起也好情，用尽爱甲虔诚，中昼起也好情，到暗也无停。天下五谷成熟，今来咱好收成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好天气也好晴，春希望甲人生。流着风云风雨，要敬向敬向。你若做工张工，将来都通修成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五谷收回来，大家欢喜快乐，五谷收回来。
在座的隔壁大家讲什么？趁着好天去夜景哦，来，趁着好天，咱去夜景哦。阿门。至诚的主上帝，你会听到阮同在，你将着福音的好种子赏赐予阮。主，你应允阮，阮若栽种，伫什么所在栽种，阮就会伫什么所在来收成。所以，阮感谢主，因为你应允，互阮会通顺趁圣灵也好种。主，阮就伫迄个所在有快乐的收成。感谢你，过去有人甲阮也好种。所以，阮今仔日会通伫上帝你的殿中得到主你的疼痛甲照顾。主帮助阮，赐恩互阮，互阮用感恩的心、欢喜的心来野这个好种，互别人甲阮甲众人会当三甲做伙，得享福音的好处。就是上帝你亲自来照顾阮、引带阮、赐恩互阮，也互阮会通成做众人的祝福。成做上帝你的见证，献上阮的感谢、恳求、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咱拍拍将阳光归到咱的主、咱的上帝。阿门。同齐来上读主教是咱的祈祷，用心来祈祷，请。阮伫天父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临到。愿你的旨得成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阮的日式今仔日赏赐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谢谢咱用上帝话来启应。我捌耐心听候耶和华，伊随听我的呼求，伊伫血坑内面，伫热锅门仔当中，甲我救起来。互我的脚徛伫磐石顶，互我的骹步稳当。伊互我的喙唱新歌，就是学了咱上帝的话。真侪人要看到来行行，搁要挖靠耶和华。迄个我靠耶和华，无理会狂傲甲偏向虚假之辈，这人并为有福。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并你阮所怀意念，遐尼啊济，袂当你定名。若要定名，伊的事袂当算数。生命甲礼物，你无稀缺。你已经开通我的耳孔。烧罪甲赎罪者，毋是你所爱。迄时我讲，看我来了。我的事伫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上帝啊，我乐意照你旨行，你的律法伫我心内。阿门。下面时间交廖牧师。咱三个做伙掀开周报第4面。咱要三个做伙来上读，今仔日主要的一寡经文。同齐做伙来上读，请。操练身体益处要少。唯独敬虔凡事拢有益处，因为有今生甲来生的这个话是通信的，是10分通佩服的。咱劳苦努力，才是为着安尼。因咱的望在乎永生的上帝，伊是万人的救主，更加是信徒的救主。这个代志，你爱去吩咐人，也爱教导人。毋通互人小看你年轻，总得爱伫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，
拢做信徒的模范。你爱用宣读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一直听候到我来。你毋通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早前借着有言伫正长老按手的时阵赐予你的。这个代志你爱殷勤去做，并爱伫此专心，互众人看出你的忠贞来。你爱谨慎家己，甲家己的教师，爱伫这个事上欢心，因为安尼行，阁会当救家己，阁会当救听你的人。伊的父母看见就真稀奇，伊的母亲对伊讲：“我的囝，啥事阮安尼行呢？看啦，你父亲甲我伤心来找你。”耶稣讲：“为什么找我呢？也毋知我应当掠我爸的代志为念吗？”伊所讲的这话，因无明白，伊就甲因落去，倒转去到拿撒勒，并且顺探伊。伊母亲甲这一切事拢存伫心内。耶稣的智慧甲信量，并上帝甲人喜爱伊的心，拢同齐成长。亲爱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才亲像你的灵魂兴盛共款。万事平安的上帝亲自互恁全然成圣。各愿恁的灵、甲魂、甲身躯得到保守，伫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完全无通指责。迄个调恁的本是信息的，伊必成就这个事。阿免。来，咱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你今仔日敢有啥物期待快乐的代志？敢有？你今日敢有期待啥物快乐的代志？有无来？有人无？有人有啥物期待？今仔日发生啥物快乐的代志无？哇，拢无人期待哦！哇，无怪安尼是要安怎咧？来，牧师娘，你期待啥？哦，牧师娘讲要期待，咱搁发喙齿啦吼，讲无，就讲无可能，你话讲无可能就无可能啊！因为咱要有期待，期待就罔期待，你毋好讲无可能诶，望啊，对吧？来，搁有啥物期待无？来，搁有啥？来，无好来，第二个问题，你今仔日来做礼拜，你有啥物期待？来，家问，你身边找一个人家问，你今仔日来做礼拜，你有啥物期待？好啦，家讲，你爱甲回答啊！来，你问啥物人，迄个人来家回答，来家回答。来做礼拜就快乐，有影无？哎，我看到你微微啊笑的面呢，啊！期待春风的妈妈紧洗咧，人后咧去排队洗咧啊啦，哎啦，对啦，好啦，咱对这吼，谢谢。好，感谢主来，搁有啥物期待来？咱来做礼拜拢无期待哦，哇！安尼就免讲啊咧。都散会啊！好，咱对着生活有啥物期待？来，咱来找一寡少年仔来。宣婷姐姐有来无？来，宣婷姐姐，你今天有什么期待没有？唔知要安怎讲，要安怎回答？来，宣婷徛起来这里来。这宣婷啊。你看哦，伊毋是大学生哦，伊是老师哦，嘿，拍波哎。宣婷，你有什么期待？对，没关系。今天你有什么期待，或是你听讲道，你有什么期待？哦，跟上帝和好。好，昨天跟上帝吵架哦。哦，好，请坐，谢谢。哦，跟上帝和好，跟上帝和好啦吼。你敢捌和上帝冤家过？未哦。圣经内底敢有人和上帝冤家？上。雅各和上帝冤家，雅各安怎和上帝冤家？和上帝相恩。哎，对，和上帝相恩。啊有无？阁有其他的人？有人甲上帝大细声无？啥物人？
以利亚，吼，以利亚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要来死啊啦，有无？哦，无采我呢哦，杀死800个假先知，啊，你怎啊搁安尼，互我呢伫遮互亚西伯甲我追杀？上帝，我要来死啊啦！无采讲，我咧做工课。啊，搁有一个做王的，或者啥大鼻王有无？大鼻王哦，伊讲上帝啊，无采哦，我手清气心洁净咧军队里，遐做歹的人吼，你拢无管伊。啊，我了我做安怎的时阵吼，你着甲讲甲金死死。哦，我无采我咧洗手表明我的无辜。你会通看见哦，生活内底足侪即款的。啊，上帝敢有因为安尼，着甲以利亚讲互死？啊，上帝安怎款待以利亚？袂会到，迄到后壁，迄就到尾手的时阵安怎？上帝亲自互天使摕饼去互伊食，摕水去互伊啉。这是上帝款待以利亚。了，上帝买手的时阵，我若互即个手感觉讲哦，家己足够的迄个，上帝甲伊讲，上帝互伊明白醒悟过来。伊讲，听候我看清楚这歹人的时阵，到伫尾手，因的家族灭没，无阁有人纪念。因伫10000年久当中，完全跋倒，永远无阁再爬起来。迄个时阵，伊才知影，上帝原来是伫公义的审判内底，听候人会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歹，上帝就要阁甲赐恩。总是若是无回头倒转来，安尼伊就伫当中来失落了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来到伫上帝的殿中，咱三甲做伙来思考，要怎样培育强盛的灵魂体。其实我原本毋是要用这个题目，总是呢拜4拜5的时阵吼。我伫个所在咧有备讲章，即礼拜即月日应该是读撒母耳记下。总是伫即礼拜4拜5的时阵，我咧准备讲章的时，我的心内底有一个真大的挣扎，心内底伫遐一直咧滚架，总是感觉有另外的一个题目爱处理。我伫伫当中想了的时阵，拜5我和瑞泽弟兄、随太兄弟，阮有每一个礼拜5阴暗7点半，阮有一段时间做伙分享，做伙祈祷的时刻。以后的时阵，我想着讲，即礼拜的时阵要发即个啥物货，发即个奖学金。学青今仔日来几个？宣婷个。来，我看卖下咧我家摕去你讲台顶。来，学青吼，台语当个宣婷吼，搁再来叶旋律姐姐刚好来会，袂吼，搁一个约珍嘛还袂来吼，了后搁一个王鑫，彩云姐吼，彩云姐好来，搁有其他的学青有来无？有来，拢还袂吼。来，宣婷吼，甲彩云姐来，麻烦恁徛起来来，恁两位来头前来哈，来，咱先来前面来，跟拍破一下，谢谢。来，明传领歹势来甲阮翕相哦，谢谢多谢。来，这是彩云姐哈。这是宣婷姐来好来，徛咧翕相来，谢谢。过来，好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班拍婆来，慢请等下来，两位来，来徛伫地方来。了，亲爱兄弟姊妹哦，来请，真歹势啦吼，过去的时阵吼，牧师吼讲道吼，拢安尼讲袂落去，所以吼敬拜吼。颁奖学金的时阵吼，就安尼真赶紧完成迄个程序。
即届我咧准备讲章的时阵，上帝甲我提醒，囡仔毋是干那用着金钱甲因鼓励，一个更较大的、更较重要。伫咱咧读这个圣经的时阵讲，操练身体益处也少，总是敬虔凡事拢有益处。咱为着咱的儿女，咱来为因祈祷，为因祝福，来为宣庭，来为彩云来祈祷。愿上帝亲自施恩赐福伫因的身上，互因倚靠上帝，伫因求学的路上，伫因的婚姻，伫因将来伫教会内底的服侍，是会通成做上帝荣耀的器具。如果咱若是讲主日学青少年是教会的未来，安尼咱怎样为因祈祷、为因守望、为因祝福？所以为着因三大项来祈祷。为着因的课业，为着因将来的工作，为着因的侍奉，甲因的婚姻来祈祷。咱仰望上帝，赐恩伫咱的心上。咱三个做徛起来好啊！来为着咱的细囝来祝福来祈祷。你知影，你的祝福是大有能力的，就亲像保罗对提摩太讲：你按手为因祝福。你按手为因祝福，上帝就要成就伫其中。咱三甲做伙开声来为着宣庭，为着彩云，为着因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！荣耀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来祈祷，你会听，甲阮三甲同在。为你所赏赐我阮阳光的恩典，阮伫主你的面前来感谢你的听痛。主你是上帝，你亲自看顾阮的细囝，阮为着彩云，为着宣庭来祈祷。因今仔日徛伫主你的面前，被上帝你亲自赏赐恩典，互因会通倚靠主，互因伫主你的听堂内底向前来行。赐恩甲彩云同在，赐恩甲宣庭同在。主互因的课业，互因的工作，互因的侍奉甲因的婚姻，拢伫上帝你的恩赐内底。主，这是你家己所精选的细囝，为了将来。因伫上帝你面前一生的年日来祝福，上帝你亲自看顾、保守因带因，互因伫你的面前领受恩典听痛，互因伫你的面前有真理做因心内底坚固的絆脚，有上帝你的听痛徛起伫因的身上，互因所行的日子伫主你的面前，伫世间人面前，因为有主你的同在。因为甲主你三同行，互因大大赢过四围的仇敌，伫上帝你的面前勇敢徛在，也因为因徛起伫你的面前，你就亲像早前徛起伫你面前约瑟，但以理、保罗、提摩太同款，互因伫众人的面前大有胆识、大有能力、大有权柄、大大为主做阳光的见证。你是主赐福，甲你的儿女同在，用因的一生成做上帝你阳光的见证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主，咱搁再一届来拍破跟祝福，然后请回座，谢谢，上帝祝福你们，谢谢。来，请来呀，这里请坐，谢谢。咱伫上帝的厅内底，咱会通看见。上帝伫伊的恩典内面，要大大赐恩予咱。圣经内底应允咱这样代志，大大开声，上帝就会大大甲咱祝福。你大大开嘴，我就大大甲你充满。宣婷姐姐，上帝一定会甲你好好，并且用加倍恩典甲你同在。邀我上帝讲，你是我的查某囝，我用永远的听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三个做伙伫这个所在，同齐来思考，咱一个人要怎样进入到上帝的丰盛？每一个人伫伊的日子内底，有真侪无共款的期待甲愿望。总是今仔日你会看到真侪所在，伊伫当中一直建立啥物运动中心，然后即款这个运动的所在，因伫遐呢去做运动。那么锻炼身体有好无？锻炼身体非常的好，
一个囡仔渐渐长大成熟的时阵，伊无应该干那一直看手机啊，看到目睭拢肿害，看到头脑拢受伤。后盖有机会的时阵，咱再过来讨论，一个人过度使用手机啊的时阵，伊的头脑是未成长的，伊会怎停伫遐，怎速度，怎宕机。头脑哦，毋是电脑哦，是咱的头脑会怎宕机宕伫遐，伊未阁成长。伊若是17岁，还是12岁，还是6岁，伊就干那一直耍手机啊。到尾手的时阵，伊的智能差不多原来伫6岁、12岁，还是17岁。伊伫什么时阵手机啊，成做伊的瘾？什么时候手机成为瘾？那么那个时候，他的生命、他的智能大概就停留在那里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斟酌注意，爱伫咱的生活内底，定定锻炼身体。所以今仔日有真济这款运动中心一世界一直起一直起，并且呢，伊的人口愈来成长愈济。是安怎呢？因为运动对人实在讲真好。即摆人啊，真惊死，我嘛足惊死。总是呢，惊死毋袂当干那惊死，爱想办法来处理。733定义的意思是啥物货？7就是一礼拜7天，7天内底上少你爱运动3届，一届30分钟，了后你的心跳爱达到130下，或者是你运动敢会喘会流汗，总是你爱斟酌哦。有心脏病，毋好运动了过头哟。所以伫咱当中呢，台湾这个运动人口的比例来到81.8%，有真正运动规律的人，运动规律的，就是这个，就是733定义的人，少度第一届达到34%左右。无过去的时阵拢20通啊，10外尔。那运动有啥物款好处？林林总总，毋是干那职业尔。职业你家看过，对着你的肌肉啦，还是你的骨质流松啦，还是你的这个心肝啦、肺脏啦，你的个个啥物？你的胆固醇啦，阁有这个心脏，也是这款的溃烂，也是你身躯对着荷尔蒙的敏感度，以及你安怎免疫力会增加。运动阁有啥物好处？头脑较袂遐紧退化，所以有真侪你的等等，阁会当互你喘气袂遐尔喘，爬楼梯阁会爬较好咧，跍咧爬起来袂安尼啥拢无，等等，嘛会降低一寡即个癌症的发生，阁会当互你的寿命延长。这毋是全部因为上过济，所以我无拢全部甲伊写落来。运动有好处无？运动足好哦。但是圣经讲啥？运动是真好，操练身体真好。总是有一个安怎爱操练你的灵魂袂当干那操练身体，你爱操练你的灵魂，你的灵魂来这拢是讲到运动的好。好来，甲各位推荐一个运动愈侪肌肉参与的时阵是运动愈好。啥物是肌肉？就是你规身躯的拢会震动着，安尼就是啥？游泳伫遐走标，阁骑脚踏车。即款的你的规身躯大部分拢会运动会到。有个人讲骑车，敢若是运动着骹尔无哦。骑车包括运动着你的尻川皮，甲你的骹脊平骨这个所在拢会运动会到。所以大概是安尼。总是咱斟酌注意，圣经讲啥？敬虔比这个更较重要。运动已经有遐济好处，但是敬虔对着咱来讲，比着运动抑阁有更较济好处。是安怎？因为伫这当中，伊会当带伫今生甲来生。运动是敢若今生的好处，但是敬虔操练你的灵，操练你的魂、你的体。所以圣经伫这当中，因定定做有一寡伟大的人物，因定定做灵魂的运动。这款灵魂的运动内底，其中有一个人叫做约伯。约伯伊伫迄个所在是一个公义的人，伊毋是家己伫迄个所在敬拜上帝尔。圣经讲，伊伫迄个所在为着伊的囝儿逝世，白色恩赦，找法人着这个日子过了，伊就叫因去自结。清早起来，照着因众人的数目献烧祭，因为伊讲，恐惊我的囝犯了罪，心中气绝上帝。约伯定定安尼行，定定安尼行是啥？伊定定伫迄个所在献烧祭，定定伫迄个所在教示伊的囝毋通犯罪，教示伊的囝毋好对着世俗来行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有安尼咧做无？约翰牧师有一届讲一个代志，
伊讲，当你的家庭拄着问题困难的时阵，恁的后生查某囝是安怎去面对的呢？无约翰牧师讲，真侪人拢讲，迄个代志甲囡仔无关系，所以呢，因就是父母人同齐做伙伫遐面对因的债务，面对着因的工作困难，面对着因的生活的种种困难，因感觉讲，莫互囡仔担伤济重担。无约翰牧师提醒这样代志，咱若无互细汉的时阵，咱的囡仔就开始去经历因对着上帝的同在的经历，安尼咱的囡仔大汉永远袂去军队上帝。所以这样代志，就是伊讲，当咱的家庭做有问题的时阵，甲囡仔做伙邀请来，同齐做伙祈祷，甲囡仔讲，爸爸生理做失败去，所以咱即马负责。过去的时阵，咱会当开面子的，会当开玛莎拉蒂的，但是今仔日是目屎那滴，所以呢，咱爱开始祈祷，同齐祈祷，倚靠上帝。如果爸爸有做啥物代志毋对，求上帝显明，互我会当伫当中看到上帝的作为。所以咱的囡仔会伫迄个所在开始去面对伊的人生。原来伊的人生毋是拢总一帆风顺，伊一定爱对细汉的时阵，就和上帝建立关系。你知影真侪人是安怎因食到大汉的时阵，因拄着问题困难。你有看到一寡也无真捌主的人，因听下到家己成家立业的时阵，因永远会伫因的门口。用早暗，就去门口烧一支香，或者啥拜门口。因是安怎会安尼做？因为因自细汉就安尼。所以今仔日咱是毋是有这样约伯伊自因的囡仔安尼细汉的时阵，伊就安尼行，伊开始操练因的灵魂。但以理嘛知影这个代志，但以理伫伊的一生内底，伊怎样？军队主三甲做伙来行，伊伫迄个所在虽然皇帝伫迄个所在受人煽动，伫伊个宫门顶悬砍了伊的玉玺，砍了伊国王的官印。讲伫即3日内底，伫即当中，即30日内底，袂当有任何倒一个人去甲伊的性命祈祷啥物货。但以理犹原伫迄个所在向上帝祈祷，并且伊讲：你斟酌注意看。伊2个骹头乌跪伫伊上帝面前祈祷感谢，请注意祈祷感谢。伊毋是伫迄个所在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咧祈祷你敬拜你，结果的时阵你互我今仔日被奸所害。伊毋是安尼祈祷哦，伊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互我抑阁会当甲你共款，并且。伊的祈祷是啥？伊毋是今仔日拄着问题才祈祷，伊是一日3摆，2个骹头乌跪伫上帝面前祈祷，了后甲安怎？甲古早共款。伊平常时就是安尼做，所以伊是一个操练灵性的人。至到落尾，你会通看见，当伊互人等落去西仔坑内底的时阵，安怎？伊的能力官兵到一个地步，伊是会当伫迄个所在含西的。会认出伊来，毋敢向伊开喙拆食落腹。所以操练咱的灵性，画面一定会无共款。这毋是干那伫旧约的时代安尼做，来到新约的时阵，耶稣基督佫较是安尼讲，伊设了一个比喻，爱人定定祈祷，毋通灰心。毋是看到眼前有也无，毋是马上祈祷马上有。即摆的人受到希腊、罗马的文化，也佫受到即款素食主义，就是人拢爱赶紧，人拢爱赶紧，赶紧到一个地步，咱的生活，咱毋知影咱到底咧无用啥货。有一个企业家讲过一句话，伊讲啊，如果你若要成就一个事业，你着爱真斟酌想。你所做的这个代志，甲你的事业敢有关系？你若认真甲想起来，其实大部分的人
70%以上所做的，拢甲伊的期待无啥关系。一个人伫一天所做的代志，大部分70%哈，拢甲伊所期待的成就无关系。意思是咧讲啥？讨债生命啦，浪费生命。虽然有目标，但是所做的代志真少是按照迄个目标咧行，拢大概是车花，大概是一寡无有实际效果的社交行为。开讲啦、佚佗啦、滑手机啦，时间就无去啊。所以耶稣基督说一个比喻，咱爱把遐时间定定摕来祈祷，甲上帝亲近。了后，咱搁看《使徒行传》内底有一个人，或者哥尼流，伊是一个虔诚的人，伊甲伊的全家拢敬畏上帝。并且定定真济颂扬的百姓，伊也家己常常祈祷上帝。伊是一个外邦人呢，但是伊心中有神，眼中有人，所以上帝接纳伊。当使徒来到因兜的时阵，甲伊讲一个代志：哥尼流啊，你所做的祈祷，上帝已经接纳了。我看到上帝并无偏袒人，所以咱若是定定操练咱的灵性。有的人真会讲，但是真唔甘互人。圣经内底对头到落尾，拢咧甲咱提醒一项代志。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一个上好的模范，上帝家己本身就是安尼啊。上帝疼世间人。伊毋是干那甲空气、水、日头赏赐互咱，伫我无法度改变罪的结果的时阵，上帝互伊家己上界爱的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，为着我的罪来死，为着每一位相信伊的人的罪来死。上帝是一个互人的上帝，上帝是一个互人的上帝。咱是毋是也愿意会当安尼学习？咱若有即款彼此相挺的心，耶稣基督讲，安尼众人就要知你是我的学生。了，阁有另外一个人，是一个百夫长，是一个罗马的官。伊伫当中听着耶稣基督的代志，总是伊有一个奴仆破病。请注意，毋是因囝哦，是安怎？奴仆。这个奴仆检测对伊已经真久，但是伊来到伫当中，伊听到耶稣会当医病赶鬼这个代志，所以伊就邀请拜托这几个人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伊仆人。因到了耶稣，就切求伊讲：你家己行这个代志，因为伊是会堪得的，因为伊疼咱的百姓。亲爱兄弟姊妹。咱通看到一个代志，一个外邦人，伊确实疼惜上；一个罗马人、罗马政府的人，伊确实疼惜犹太人。今仔日伫台湾即款生活的行列内底，咱有真侪即款无共款的各国的人口。有台湾的，有原住民，有中国大陆国省过来的，有泰国的，有菲律宾的，有印尼的。无论新住民、原住民，还是移民，咱是毋是当彼此相挺？进前的时阵，当发生无偌久，就2月26、28，梅勇姊妹伊所写迄个见证。也搁再一摆来提醒我，有的时阵，当我咧讲我真热爱世间上帝的百姓，但是确实伫言语的顶面无斟酌、无注意，那呢我会听，有几分是真，有几分是假。圣经伫这个所在
保罗对提摩太讲：你着爱斟酌，伫你的言语顶面，伫你的行为顶面，伫你的疼心、信心，甲你的清气顶面来操练你的生命。操练这样物件，毋是干那在伫外口看会到的环境，甲你的厝整理好，迄是咧操练你的灵魂。人若拥稳一寡代志，懒懒散散、凊凊彩彩，其实伫属灵的事上，伊的个性也会变做是安尼凊凊彩彩。伫人的言语顶面，爱定定有安慰、造就、劝勉、鼓励的话，上帝也会伫当中来保守因带咱。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莫听甲遐叮当，来，即摆甲你身边的人，甲伊讲两句学乐的话，甲伊讲两句鼓励的话，来甲伊讲。你想得到鼓励的话、学乐的话，甲伊讲来。即摆想到就甲伊讲。来，甲伊讲一个来。头前后壁拢总爱甲讲哦，头前后壁拢总爱甲讲。头前后壁倒边正边拢甲伊讲一个来，来咪走一个，甲新顶遐讲一个，来甲伊讲一个，甲伊讲，来甲伊解释西一个来，新顶遐，新顶遐解释西一个，来，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定定伫即款言语顶面，伫生活当中去期待上帝对咱有更较美好的旨意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言语、行为、疼心、信心、清洁顶面，牧师真侪时阵真期待、真意爱。即使今仔日若是有新来的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伫散会了后，会当甲伊三甲做伙，了甲伊分享，加甲伊讲两句话咧，互咱会通三甲做伙伫主的厅内底彼此互相照顾、熟悉。咱会当对着一个圣洁的独行侠，咱的人生应该做苏彦文啊！咱的人生唔通做苏彦文的对敌是啥物人？庄敬林，庄敬林甲苏彦文有啥物无共款？庄敬林功夫嘛足好呢，苏彦文功夫嘛足好，但是庄敬林拢安那秘伫背后使弄别人，雄雄的时阵伊才走出来。走出来了就安那无去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庄敬林嘛，所以拢秘伫后壁。但是苏彦文咧，苏彦文看到人的时阵就安那，有啥物代志就安那，重劫行义嘛，行劫重义嘛，所以伊就会伫迄个所在，伫遐呢帮助人、照顾人，互人会当感觉温暖。亲爱兄弟姊妹。这个人，伊就是安尼的一个人，伊照顾、伊分享、伊关心。所以伫咱的活命内底，咱嘛是会当安尼行，咱会当安尼做。每一位咱的细囝，因要怎样会当学到这个物件？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气氛，伊就会变做怎样的一个气氛。咱的囡仔就会变做啥物款的？甚至有的时阵，咱的囡仔安怎？如果若伫即款气氛内底挡袂牢啊，伊就会换教会啊。所以咱要怎样经营，互咱教会对着上帝的国平安欢喜，认捌上帝，经历上帝，追求上帝，这是咱三甲做伙会当学习的。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，甲咱提醒，所以爱安怎样？伊伫这个所在讲14节讲，你毋通轻看过去所得的恩赐，就是早前才着有言伫正场了按手的时阵赏赐互你的，这代志你要殷勤去做。保罗讲到这样代志，咱爱殷勤来追求上帝所要赏赐互咱的，包括恩赐，包括能力，包括权柄，包括疼心，这是咱会当做的啊。
今仔日4月初啊吼，咱迄阵啊建基遐，等下时阵吼，迄福音车吼开走啊，迄个啥竹棚咖啡爱开始卖啊啦，嘿，对啊，我甲你讲吼，4月初2爱开始卖，春龙呀，斗卖一个哈，哎，好啦，所以吼4月初2爱开始卖咖啡啊，真爱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爱塑造一个美好的文化，互迄个文化。伫咱教会当成做 DNA， 极力追求上帝，分享疼，了后伫祈祷内底三甲互相祝福，迄是咱爱追求的。保罗讲，甲提摩太讲，这代志你爱殷勤去做，什么款代志？对着第8节开始操练身体，对着当中搁啥物？爱殷勤锻炼灵魂。了后，爱伫当中殷勤传福音，又搁爱伫言语、行为、听心、信心、清洁的顶面做逐个人的模范。咱认真追求这代志啊！当咱认真追求这代志的时阵，你的生活、你的力量一定会涌行起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实在，咱拢特别华人的社会吼。特别台湾人，我实在讲，咱台湾人吼，像建基遐济迄款型的吼，无几个啦。建基遐吼，足热心的热心就对啊啦。含要克罗埃西亚的吼，伊就当甲斗相共甲安尼，袂输台湾人咧。所以你会当看见，咱爱有即款热情啊。耶稣基督嘛是一个真热情的人呢。伊看到人的时阵，伊知影伫俗家。撒玛利亚俗家的所在，伊知影一个妇人人毋敢伫迄所在出来抢水，所以伫透中昼的时阵，日头赤炎炎的时阵，伊听后人大人咧休困的时阵，伊出来偷抢水啊！耶稣知影伊的困难，所以耶稣去找伊啊。耶稣伫拿因城的时阵啊。知影一个寡妇啊，真艰苦，是安怎？因为伊一个孤囝过身去。伫迄个过身的时刻，耶稣专工去安怎？专工去拿因城。了后，迄个丧葬的行列伫迄个所在咧行的时阵，耶稣走去伊头前，伫遐将着迄个棺木甲动落来，对着迄个妇人人，甲伊讲：查某囝，你毋通艰苦。伊就叫迄个细囝起来。耶稣是一个真容易关心人的人。耶稣看到遐尼侪人无地通好食，军队伊一天对透早到黄昏阴暗，了后伫当中，主耶稣甲学生讲：你互因食，你互因食。因伫个所在讲，这是要去倒，这也无半坎店，要怎样有可能，互这么侪人食会饱呢？但是主耶稣讲，恁互伊食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耶稣基督对咱讲话的时阵，当耶稣基督讲恁着爱有互人的时阵，主耶稣对学生讲：恁互因食。学生的问题是啥？阮都无半项，你敢若讲我互伊食？但是咱会记得一项代志，耶稣对着因讲：恁互因食。了后，这个代志，圣经有一句话真重要哦。耶稣原知影伊应该安怎做，伊原来知影伊家己会当做啥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注意斟酌这项代志。当主耶稣基督讲恁互因食的时阵，重点是看咱的心。咱愿意相信耶稣所讲的话无？咱愿意相信耶稣所讲的话无？咱若愿意相信耶稣所讲的话，顺探耶稣所讲的话。主耶稣
圣经的作者特别把这句话记起来。耶稣原来知影伊家己应该安怎样做，伊原来知影家己会做啥物货。所以当主耶稣对咱讲着予伊，其实毋是你予伊，是耶稣要借着你予伊。我阁讲一解，当主耶稣讲你予伊，实际上毋是你予伊，是耶稣要借着你予伊。耶稣咧做代志，但是伊甲面子做予你，安尼敢听我的意思？所以，迄是一个恩典啊。当主耶稣讲予伊，你会发现，原来是耶稣借着你予伊。来，甲你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主耶稣讲予伊，主耶稣就会予你。你甲伊讲来。来，甲伊讲，你若做，你耶稣就会甲你做面子。来，甲伊讲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会通经历这项代志，极大的恩典甲祝福。迄个恩典甲祝福，就是咱若遵行上帝的话来做。我甲你讲，对创世纪开始，一直到启示录，对圣经的上源起头，一直到伊的上落尾，你拢会看到。对头到落尾，拢是上帝予咱，了借着咱去做。迄个过程是咧操练咱的灵性，互咱的灵魂会当勇行起来。咱的灵魂勇行起来的时阵，就会伫咱的潜意识内底，互咱会当受到灵的影响，至到伫咱的潜意识，伫咱的感觉魂的内面。开始产生品质的改变。当咱殷勤读圣经，将上帝话读入去伫咱的灵内底，借着喙来读，虽然是用喙来读出上帝的话语，但是该读入去伫灵魂内底，你会感觉讲，敢若喙咧读，敢若伫遐目睭咧看，安尼有啥路用？所以你用喙读，用头壳想。用祈祷，每一届读圣经进前，甲上帝祈祷讲：上帝，我即时要读圣经，求你的灵来引带我，互迄个圣经的读入去我的灵的内底。咱若安尼做，你的灵会开始改变。原本迄个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启应文内底讲。耶和华上帝会当甲咱对着六谷仔糜当中救出来，咱的画面开始更新。就亲像你食物件，你知影伊是虾啊，知影伊是胖，知影伊是火腿，知影伊是软，但是你无一定知影伊内底是有啥物款营养分啊。但是嘛是甲食落啊，对无？读圣经嘛是安尼，知影伊是创世纪，知影伊是历代志上下，知影伊是列王纪上下，但是就是该安怎读落去，无明白意思，无明白意思，无要紧啊，得甲读落去。有一天，你的灵魂就会愈来愈勇健。你愈来愈勇健的时阵，你会渐渐就会明白，因为你甲圣灵三甲做伙同工。圣灵邀请你甲伊做伙同工，你的灵就会愈来愈勇健。所以上面爱操练身体，上面爱操练灵魂，安尼咱就会来愈来愈勇健。你看主耶稣基督，伊是怎样来做？伊伫咧说，咱爱学习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伊定定去礼拜堂，伊第一届去礼拜堂，伊就决定心意。住伫礼拜堂，但是伊的父母安怎？伫遐呢，看伊无倒转来，四界佫倒转去耶路撒冷，转去找伊。了到伫伊当中的时阵，伊讲：哦，我的细囝，你啥样安尼甲阮？你安尼做，阮转去啊，你也无对我转去。
但是耶稣基督甲伊讲啥？妈妈，你敢毋知影我应该掠我的爸代志做孝念吗？另外，你家斟酌看，迄个另外一个翻译是讲，敢毋知我应该住伫我的爸厝内底吗？求上帝赦免，也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教会会当成做一个活气有能力，会当体会圣灵同在的教会，毋是靠家己，是我靠圣灵，互咱会当伫其中。安尼愈来愈甲圣灵三甲同工，总是耶稣基督，并毋是因为安尼讲。妈，我跟你讲，人牧师讲爱住伫教会，所以我对单以后礼拜日哦，早啊8点我就去教会，甲因啊8点我才要转来。圣经无安尼讲，圣经讲啥？当伊还阁做细囝的时阵，圣经讲安尼耶稣就顺探伊的爸母，总是伊的心内底知影伊是属上帝的囝。所以伫这当中，耶稣基督安怎样啊？伊的智慧甲信量，并上帝甲人听伊的心，拢同齐成长。安怎样成长？请你斟酌有4项代志。第一，伊会安怎？你注意看52节啊。第2段的经文内底第52节，耶稣的智慧甲信量，信量另外一个名字或者啥？另外一个翻译或者年纪。咱人应该大起来，伫年纪内底大的时阵，咱感谢上帝，咱的年纪有渐渐咧大。但是圣经咧讲年纪渐渐大的时阵，是爱年纪爱安怎样渐渐大。红鞋啊吼，红鞋啊有红鞋的古锥，迄是伊3岁进前的迄款款式。非常的古锥，非常的可爱。了3岁到6岁的时阵，伊可能会安尼摇摇动。迄是伊迄个年龄有的款式。伊开始有伊想要做啥，所以迄是伊生活的款式。来到伫12岁以后的时阵啊，囡仔会变做少女，会变做少男。所以开始会生喙鬚，伊开始会有第2性征的发展，迄是伊伫迄个时阵开始的改变，迄是伊10外岁的时阵会水。了到伫伊壮年的时阵，伊的身材可能会变，伊的腰纹可能会生出来，但是伊的水是一款自信，伊的水是一款能力，伊的水是一款。会当和人协调生活，毋是干那我，伊是会当和人合作的。迄是一款自信的水。一直到伫年纪足大的时阵，来伫咱当中啊，来有人超过80岁的无？80岁举手一个来，一个、2个，啊，遮济个哦。安尼咱算啦，感谢主来，这超过80岁拢徛起来，超过80岁拢徛起来，来超过80岁拢徛起来。感谢主哦来，赶拍波啊，热烈拍波啊，感谢主啊，谢谢2、4还有8，好，请坐，谢谢。好，感谢主，好来，请坐。你来看，迄80岁超过的时阵因的水是啥？因的水就是头毛白灰灰啊，因的水是啥？有一款自信，有一款和蔼可亲，会当非常的亲切，互人伫其中真意爱。看到因的时阵，看到迄个慈祥慈祥。江林兄，你几岁啊？来，徛。这了这江林兄，春红兄因爸爸91岁，拍无者，这谁啊？请坐。你看江林兄伊即摆的时阵佫安怎？伊即摆佫去园仔咧做新呢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对着年纪咧大的时阵袂当干那大了有老，你知无？有的人干那有老无咧大，你听即句话听好清楚哦。有的人干那有咧老无咧大，这是足危险的代志啊！
这是足危险的代志。一个人年纪一直咧增加的时阵啊，伊应该对着伊的年纪安怎样啊？有迄款年纪上的水。3岁进前是古水，了后3岁到6岁是安尼丢断的。但是6岁了后开始，伊会社会化，了伊会生做少女少男。以后的时阵，伊会拍拼成做壮年，伊的身躯应该有真侪改变，了后产生一款自信的气力，因为伊知影伊重大伊成熟，伊爱引带，伊爱分配。了后到伫年长的日子，头毛虽然头毛喙鬚白，但是不要紧，伊有一款伊人生历练沧桑的水甲自信。伊对着上帝，对着人，拢有真侪的人物。伊知影伊的人生将来会倒转到伫上帝遐。伊抱着信心甲愿望，看着将来，迄是咱的水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来搁看第3段的经文讲：亲爱兄弟姊妹，我愿你凡事形成身体勇行，则亲像你的灵魂勇行同款。你的灵魂甲你的身躯是会影响的，所以一方面身体当然会受影响啊，破病啊，食艰苦，昨暝困无好，可能会较压杂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咱爱学习的是用灵内底来引带咱的身躯。无论任何环境内底宣告，甲家己讲，今仔日上帝灵伫我的内底，我会有能力赢过困难甲问题。宣告一款信心的话语，毋好对着生活拢总无期待，毋好对着生活，毋好对着做礼拜。哎呀，无事搁要讲啊！你看，搁讲甲久，我讲要5分啊，搁毋紧刷，要来刷，要来刷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求主帮助咱，你会记得，一定爱互你的灵魂勇行起来。有上帝对你的疼痛，对你的水甲美好。咱上路尾的时阵，你会当看见，到伫上路尾，你看到迄个圣经在讲啥话？伫遮呢？这段经文内底讲，这毋是咱有法度做成，这是上帝应允哦。圣经内底保罗对咱的祝福讲啥？互恁的灵、甲恁的感觉、恁的魂、甲恁的身躯，拢安怎得到保守，一直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，完全无通指责。迄个调恁呢是信息的，上帝呼召咱，请你斟酌注意这样代志。上帝甲咱讲这代志的时阵，毋是叫咱家己去做尔，是上帝讲你甲我做伙行，你一定会做成。就亲像摊拄则我甲各位讲的，咱有互人，毋是咱互人，是上帝要借着咱互人。上帝咧做代志，但是伊甲民主做互咱。上帝今仔日甲咱讲这代志，讲咱的身体、咱的魂。甲咱的灵拢会当完全成圣，这毋是靠咱去修行，是咱来倚靠圣灵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坐坐恳求圣灵甲你同在，读圣经的进程，甲上帝、甲圣灵祈祷讲，求你来引带我，互我通进入你的话语。伫每一天要出门进前，甲上帝祈祷讲，亲爱的主圣灵来引带我。互我会当对你同行，互今仔日的生活得到你的引带，你一定会经历，一定会经历圣灵的同在、气力、力量，甲伊所应允互你逐样的福气。因为上帝讲，伊一定会做成这个代志。三个望头来祈祷，主阮的上帝，是阮帮助阮，互阮无论少年、壮年。老年每一个坎站的生活甲日子，拢会通伫上帝你的引带内底。愿恳求圣灵甲阮三同在，加添阮的心神气力，加添阮的信心，互阮伫上帝你的听内底，甲你三同行。不但是用着别人也好经济，也用着上帝你的话语。也好，经济伫阮的心内底，通互阮对灵魂
身体内面结出属灵的果子，见证上帝你应允的实在。感谢主，听我的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这时要来介绍咱亲爱的新朋友。来啊，今仔日是这个庆管姐吼的好朋友吼，张慧珍，慧珍姐伫倒位？来，慧珍来拍手，感谢主，欢迎，谢谢，谢谢，请坐，慧珍姐，请坐，真感谢上帝吼，互咱会当有这款真欢喜，同齐做伙伫上帝的厅内底彼此分享。日日读上帝的话，日日结交好朋友。等下的时阵吼，含慧珍姐加讲两句话会当互咱会当伫上帝的厅内底，更加享受对上帝所来的恩典。这是咱要三甲做伙来奉献，奉献是咱对上帝听的回应。感念上帝将着逐项咱生活所需要的赏赐予咱，日头、空气、水，一切的美好，一直到如今，咱抑阁有缘会当活着，也是出自上帝对咱的怜悯甲祝福。所以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。奉献是出自咱的心，出自咱的心，所以咱斟酌咱的心，保守咱的心，毋是干那摕一个钱来落落奉献地啊，是实实在在感谢上帝你所赏赐我的恩典。对安尼，我用感恩，将着对上帝你所得到的，我奉献予上帝你来路用。咱三甲做伙起立，同齐来吟唱诗歌，同齐来奉献。我听见你听筒的声，因为我靠你，我走在通行的路，因为我心仰望你，我要奉献感谢的祭。也要求告你的名，时常敬诚来祈祷，对你表明我心声。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求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？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，正做你欢喜的祭。我要对你，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求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？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，正做欢喜的祭。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求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？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，正做你欢喜的祭。全能的主上帝，愿你亲自照着你所应允的，互阮有信心来遵行你的话语。主通叫阮真正照你的话所讲，阮就互人，是因为你应允，你甲阮讲，是你咧做，毋是阮咧做。所以，阮勇敢来分享，伫信心内底来分享。佮愿你亲自照你的话所讲，愿你赐福兄弟姊妹，凡事形成身体勇健，则亲像伊的灵魂形成共款。佮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互所有亲爱兄弟姊妹全然成圣，愿因的灵、甲魂、甲身躯得蒙保守，伫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，完全无通指责。愿主上帝照你的话，全然成就伫你正义女的身上。
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，咱今日第一堂的聚会就到这，过一段落。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